白白，你最近录音拢足紧张的，所以我今日想一个较袂互你紧张的方法。啥物方法？就是我今仔日找恁朋友来啊。阮朋友，你莫骗哦。真的啦，因为你毋是讲你定定看到伊啊，而且你拢会甲伊开讲。哦，啊，毋过是啥人啊？我愈想愈无呢。啊，着信聪兄啊，信聪兄。哦，是哦。啊，毋过阮敢若会讲几句话尔呢。无要紧啊。我想讲，你伫餐厅看到伊，拢想要甲伊讲话，今仔日就互你甲伊讲甲饱。你莫咧晓，明明就是你想要冒灰。好，你莫伫遐乱，是我莫伫遐乱。人等下该准备暗时节目，咱赶紧来开场。就是讲咩？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起大开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的。来欢迎今仔日来宾信聪兄，有话好说的主持人。感谢，我会使讲话啊啦。会使。大家好，我是信聪啊，黑边白边，黑白边，大家好啦吼，我信聪。我头一摆来遮呢。真诶，我拄则想讲，嗨啊，咱你伫边仔看我两个安尼拍来，我嘛是规个跟我做研究的。当时要换我讲话，拢不爱我讲的。即摆要开始啊啦，尽量讲啊。因为虽讲讲是网友写批讲叫阮邀请你来，但是嘛可能有一寡听众朋友毋捌你。即摆请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敢好？好，我是阿聪。阿聪，今年18岁。18岁，跟你讲话哦。我叫你一回啦，我叫你一回。我嘛毋知要安怎介绍呢，就是我咧公司20几档20档啊，21档啊。哦，安尼迄当中我阁算少年啦。哦，迄当中我袂出世。安尼有 bug 哦，18岁我袂出世啊。踮公司20档。啊，可能有一寡人较熟悉我，就是我有主持迄个公司叫做有话好说，对，有话好好啊讲的这个节目。阮拄则要甲你讨论呢，阮拄则讲有话好说，会台语难要人讲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好啊讲。迄几只听有啦，有话好说，无话通讲啦吼。有话好讲，好好啊讲啊。有话好好啊讲，无问题，咱即摆就听你讲。啊，要讲啥？要讲啥吼？就是咱有网友写批来，因为大家就是下员讲，想要叫信聪来，叫下员哦。咱领有话，是下员哦。爱行员吗？行员哦。好来，是免。什么员？伊的问题来听阮说来。来呀，阮替伊问题。伊写批来，白边请开始。好，请问信聪哥，还是信聪兄？老皮哥。阿聪也可以啊，阿聪买。阿聪较亲切啦吼。阿聪。但是叫阿聪，哪像迄种无尊敬的感觉呢？对吼。无尊敬。对啊，爱加一个兄啊哥啊。先拜。好啦，请问信聪兄，伫咧主持有话好好讲进前，敢有其他节目的主持经验？无。所以这是你头一个主持的节目。处女座。啊，但是迄面顶毋是。无咧，下只拢爱避掉，要收跟你讲拍讲讲，就是网络面顶会当看到讲，你阁有主持另外一个节目。无啊，哪有？你甲你黑白写的吼。系啊。等下叫你甲改掉。应该无吧。哦，但是我敢若大学的时阵，咧成功大学有主持一个啥物，佮甲台湾有关系的节目的款。哦，那像是迄个哦，那像是迄个电视。但是应该无人知，因为迄阵啊，甲长老教会合作的。哦。但是应该无人知影即件代志啦，应该。无可能，无一定有会替婚哦。暗砍30年的代志，暗砍30年，有替婚呢？无可能。哦，好，安尼既然是处女座，那安尼想要请问，当初是啥物原因？主管支持你？毋是，当初是啥物原因？主管交这个节目互你做？这讲起来话头长。我伫咧公司新闻部，差不多做记者做7、8档。7、8档。做甲足闲的，就恰牙的，毋知要创啥，就是职业倦怠啦。哦。虽然记者足趣味的一个头路啦，吼，因为你会使不管是拢敲电话去共访问啊，讲你甲讲看卖啦，吼，你是安那拄安那啦，吼，足趣味的一个头路，但是做久嘛会闲啦，嘛会忝。迄阵啊，就走去迄落做，迄阵啊做策发部，公开班足厉害，英语叫做 R&D。
对讲公共电视以后要安怎发展啊？迄阵啊规划甲讲啥物公广集团啦吼，不离个就是咧遐做研究员做一档。落尾冯先贤起来做总经理嘛。伊才透过迄个经理或者何国华。来讲，公司迄阵啊要开一个做政论节目。我嘛毋知为啥物找我。我就乖乖独守空闺，在山林里隐居啊！我已经策发部做研究员，过着太平生活啊！又感觉你安尼神神呢？伊就甲我叫转来新闻部。迄阵啊，我做制作人尔。拄开始的时阵，朱麒麟是史英，人本教育基金会董事长。大家应该有介熟悉啦吼，做教改啦，其实。就有看过伊的新闻，但是毋捌伊本人。恁伤少年啦，因为台湾的不管是教育运动还是迄个民主运动，其实人本教育基金会拢参与就深的。拄开始的主持人是伊。结果我本来讲吼，因为找史英来吼，上无会使动半当啦。对，因为之前嘛主持家公司的节目嘛，是无意料到讲伊主持2个月了后，伊就讲新创啊，我无法度啊。我倒半边吼，拢袂顶袂当。这严重。你家己死好啊！你家己坐好啊！你坐到3到6更安尼啊，你弯弯翘翘啊！你根本其实那只是一个理由说法借口啦。因为迄阵啊，政治压力就大，对，包括国民党啦，就是对公司有足侪的指教。对。我当然清楚迄是政治的压力，所以只好伊就讲无大人就讲要顾伊的性命。是。死啊！拄啊，节目才开2个月尔，敢要收起来见笑死，对无？好不容易重出江湖啊！2个半月，节目未开到迄个收的时阵，就收起来，足见笑的。是。死也要找啥？家己都跳落去做，无要紧哦，无要紧聊。找无人，就是已经找足侪人。迄阵啊，即马袂使讲啦吼。其实即马很多台面上跟台面下，那个时候都有咨询过。大家拢足巧的啊，拢毋敢无人要来。是啊，之后包括冯先贤呐，包括一些比较重要的靠影响力的人，就讲无你就制作人家己先撑一阵子啊。家己聊了，动一阵嘛呢？动一阵嘛都好。本来想讲动一阵嘛，结果一动10几已经撑，我记讲2个月啊，2个半月，无到3个月啦。对，我若动3个月，我就比较久啊，对不对？真的。敢动无3个月，我就甲试看卖。试看卖，结果即马要动30年啊！真的。3月初3拄啊满14年。对啦，我甲你下关30年。我阿弟啊做甲学智上去啊。你的青春拢伫这个节目啊？4岁开始做，做到即马18岁。公司5升诶，你知？大概就是安尼啦。当初是因为知影讲这是有接 live 电话的节目啊，所以迄当阵敢会足紧张的。紧张哦，实在讲还好呢。还好呢。因为记者其实一般电话访问的时阵嘛是接电话。我迄阵心态是安那，你知影？这毋知会使讲袂吼？公司都毋惊我死啊，我咧惊伊卖我。你蛮晓得。听种朋友啊，信从遐是公生笑。人家叫你讲，你毋敢讲吗？敢。我后迄落代志对无？骹腿蹬咧，甲伊拼。对啦，蹬骹腿就好啊，毋通我被蹬啊。那呢，你拄则讲着讲，咱即马节目已经拄好14档啊嘛。请问支持你做当初是敢若讲要动一阵啊尔，结果即马安尼一做都10外档。你的动力动力支持你的意志是啥物？看遐戆安尼做遐久。无啦，就想讲那无找别人试看觅，还是都家己就一直做。找偌济人的呢？所以这中阁有去找别人？有啊，我其实有几届暂时离开啦。迄阵啊，可能嘛是政治上的一寡问题。是。但是落尾就毋知影哪个去用救转来。非你不可啊！我是安尼感觉。对啊。大家拢较巧啦。减你咯，无迄个感觉安尼。世间戆人无遐济啦。嘛毋是安尼讲的啦。特别讲的，就无啦，讲笑。那呢，就想要问讲，就是因为信聪兄听起来是一个做理性的人，不过你即马就是已经主持节目14档啊，行出去嘛算是一个公众人物啦，对无？无啊，无吗？无啊，我行迄路安尼去互认出来。真的假？我拢穿衬拖穿短裤啊，大家拢袂甲我认啊。甲节目顶外形象无共款。
哦，啊对啦，穿西装看起来可能会较操劳。对。啊，你偏真诶，阮平常是感觉你较较缘投，对，讲较少一咧。个开才缘投，这应该毋是陈信忠哦。你敢是电视顶管迄个？我是因小弟。毋是啊，我讲迄阮兄哥啦。对啦，你讲我是因小弟。我做歹代志拢讲陈信忠阮兄哥。那你想问讲，就是因为你即马已经，你讲你毋是公众人物，但是你敢会对别人对你的讲法、看法，甲就是你的立场，甲你批评的时阵，你敢会就是影响到你家己的心情，会袂爽，会袂爽。当然嘛会袂爽。嗯你，14当啊，佫会袂爽。看过什么大风大浪，拄着即个酸民，你嘛是会袂爽啊。嗯，当然会袂爽啦，但是你会靠劝家己讲看较开的就好啊啦。啊，就无要安那，啊，所以吹咧人的所以辛苦的。就算讲袂爽，但是你嘛是会当放下别人的看法，就是做你家己想要做的。嘿啦，嘿啦，擦早去死啊！啊，实在讲，你若讲这人若讲两句啊，你就一直囥伫个心肝头。对，嘿啊，你要安怎活落啦？讲实在，无可能人好嘛。所以有人好就好啊，嘿啊嘿啊人好啊。所以讲，啊，若准讲遮的人，就是讲，因为伊的认同甲伊的反对，也是讲伫节目了后，互你一寡意见，敢会去影响到你，就是继续行落去的方向，还是讲你有捌因为安尼，就是去影响到，还是拢无？正面的、负面的拢有啦。对，啊，你当然有一寡一开始敢有，一开始就是有的人讲，伊咧做节目啊，一开始人的批评指教，伊会看较重，后来就看开安尼。对啊，我即已马就看经做10开啊。多年啊。其实较即阵嘛，真侪人咧批评。对，较即阵，甚至我看即两工应该嘛有人咧骂。譬如讲阮 AM，我们讲迄什么应该话会啦，要来讲合做迄个 NFT 啊，我都背袂起来。啊，迄到底什么死人骨头？我讲实在，我甲即阵啥拢无啦。听种朋友啊，阮今日录音的时阵吼，就是伊要发行信创币，信聪币币台语要安怎讲？信创币，汇币，币对币，会币啦吼。对啊，迄到底啥？我哥实在无人知。虚拟货币，不离个迄真趣味啦吼。对我安尼比如就是讲，当初足久之前，大家毋是用迄个函码贝类无？对对对对交易咱用贝类啊。嘿啊嘿对，啊，啊，落尾才有迄个铜钱，当钱，吼，才有迄个货币出现。对啊，落尾有信用卡，嗯，啊，即摆咱有第三方支付，对啊，刷落来咱即摆有就叫做虚拟货币，对比特币啊、以太币啊，对在虚拟货币啊，甲合作一个叫做区块链的基础上，对过来发行 NFT。对啊，迄其实是一个新的世界，啊，但是迄嘛充满足侪诈骗，对充满足侪问题，对啊，迄是一个足大的风险。系啊，咱这部变做有话好说啊，有啊，好多足趣味的 podcast 版一个物件，我定定就讲这趣味的、足深色的物件。会啦，阮这部播出的时阵，阮会甲你即集会连接放伫下骹，嘿互网友知，互大家了解大家安尼。想讲听会使去看。感恩啊！啊，但是我会记得恁发行量是限量的阮敢若16张，一张10分的款，哦，嘿，安尼160张限量毋知有价值。哦。嘛是，听众朋友啊，你即马听到遮无得卡，到时阵这部播出的时阵，你已经买无啊？哦，还是讲你买，你就已经发大财啊！但是我大知啦伊迄就是你若个买所有就是有买过的人，伊拢会伫下骹啊，所以伊的迄价值就会愈来愈悬。是所以照你讲是安尼，其实若讲即马买无，到时阵个买，无得卡嘛是赚着啦。嘛会料着哦。嘛会啦，你譬如讲周杰伦迄个，风险迄只什么我高兴的迄款的啊，对，哦，打开始做悬的哦，暴起暴跌，对拢安尼啊，大概安尼。迄其实就一窝甲蜂买股票共款啦。对啦真的，嘿，有起有跌，嘿，啊，尽量卖算啦。尽量卖算。你要欢迎的人，你个叫人卖算。哦，来，好，过来，后一条就是讲，好的政论节目无济啊，有话好好讲是其中一个。那呢，大家就是望你节目的放送来理性讨论，互台湾更较好。你感觉你家己敢有诚做即个正人的寄托？寄托，我是毋知影大家有甲我寄托啊无啦，还是有甲我寄付啊无要紧。但是我是讲，总是讲，虽然讲有诶好话讲，毋是一个收视率足悬的节目啦吼，嘛算袂歹啦，你公司算还我感觉可以啦。袂歹啊，而且我感觉就是恁的观众足适中的呢。应该是有，我敢会使讲无嘛？有啦，
有啦，像有啦，恁有，像恁的 IG 啊，面册拢是一寡阮定定看过的老朋友啊。遐有咧看，无咧看，我是毋知哦。不离个就是讲，毕竟嘛是一个重要的节目啦，吼，咱嘛袂使讲妄自菲薄啦，吼。所以伫个重要的时阵，访问一寡重要的人，讲一寡重要的代志，可能有淡薄仔影响啦。比如讲，阮顶礼拜才去迄个苗栗走桥遐，谈迄个龙生村，就是迄个昆鱼掩埋场。其实进前足少媒体咧报道的，阮算足早就开始关心即个代志啊。即马有较好的发展啊，无进前实在讲起来足悲哀的啊，迄个做事人吼，种金瓜，种菜头，种土豆。当然因遐个晚报遐有西瓜啦，吼，不离个因遐做桥遐无。我会讲，大家拢做事人，结果因为地方政府的关系，政治的关系，所以人咧遐种田，你咧迄个号做龙生湖哦，足重要的一个迄个水源地。你甲去迄个事业废弃物掩埋场，对，一寡有毒的物件，拢会拄迄土巴浸入去安尼，用迄地下水落去，遐人我去问，恁迄个水是安怎用灌溉？就抽地下水啊！你水源佫甲创迄事业废弃物掩埋场，对，摕来讲较歹听，有污染无污染，当然爱检查啦吼。对，就算讲检查出来无污染，你敢买伊的金龟？毋敢。做事人偌可怜，你知影？控制10外吨呢。无人要插伊咧。咱公司也无咧收广告啊。对。嘛较无政治的影响力啊。对。公司毋讲，啥物讲？替因发声啦。对。阮毋讲，啥物讲？所以就是正人的寄托啊。真的。嘛无甲正人啊，正经大家拢足关心的即个问题嘛，袂拖10多年啦。对啦，有但是一部分啊。变做讲，包括公共电视，也是台语台，也是讲即一寡公共媒体。就是可能商业性还是收视率无遐悬的时阵，但是这对台湾足重要的。是。迄就是咱的工课啊。对。那呢？足叮当的吼，你莫问这袂啦，等下后一条搁较叮当。就是网友讲啊，因为其实这问题，我想要讲，就是恁的网友其实拢做适中的，因为这拢是网友写来的。你咱会问甲想要尾一条，这毋是你家己编的吗？这毋是啦，我较厉害。你毋是黑编吗？阮虽然黑白编，但是阮嘛是会认真甲网友写来的物件编互你。正经啦。网友讲，伊伫2017年7月份啊，知影讲你有一集的主题是咧讨论讲设立台语的电视台。2020年的时阵12月有一集的内容是讨论讲台语恐惊特别灭绝，就是要坐正啊啦。到2022年啊，已经5年过去啊。你感觉讲咱台湾的本土语言复兴的这条路进步程度够符合期待？有咧进步啦，但是你的期待是啥？期待讲咱的时势，期待讲不管后一代、后一代，还是讲可能30档、40档、50档、100档以后，大家拢足够讲台语的，我看是无可能啦。但是。我讲我的例就好，14档前2008年3月初3，有诶好好讲拄开始咧做诶时阵，我一开始我拢讲台语。对。观众朋友大家好啊，欢迎收看有诶好好讲啦，等。其实讲无济，讲几句啊尔。对。逐工去用错，逐工去用错，你就去用错。你们是公共电视台，你怎么可以讲台语呢？地方方言啊，是吧？包括迄个东吹时的监察委员嘛是安尼讲嘛。包括讲阮也用着什么吐蕃，其实我无讲吐蕃啦，我嘛是迄个讲西藏的啥，人嘛来甲咱骂甲咱错，我只要加讲2句台语，迄个批评指教就足济。迄时阵，但是这几档，我其实讲的台语愈讲愈济。对啊，点解你已经足少人来写批，还是透过公司来骂我？已经足少啊！点解有一集就是你激动起来，你拢讲台语，结果还有迄就是台语的社团，家己迄集抛起哩，伫遐讲陈信聪讲起来呢，听起来足爽诶。无啦，我要讲就是讲，差不多10几年前，迄阵的政治气氛就是袂使讲台语。你又毋是讲迄地方的什么电视台啊，是讲地方的电台，你来讲台语。迄阵啊，大家会有即个价值观。对。
但是即5冬来，特别是台语电视台成立了后，即几冬来，其实咧电视咧媒体顶头讲台语，诚做是就要怎讲，就时髦，就时行，就重要，甚至讲就潮潮的一款，就无共款。啊，当然，咱后一代，甚至阮即下呢，你讲外口讲台语，我看就困难的啦。对啦，就是期待是啥？期待就是一个目标，但是足歹达成的，一步一步来吧。但是总是有足大的改变啦。你讲10几年前，我讲台语会用吗？对，即2、3冬来讲台语，讲袂歹哦。啊，即讲的佫会晓讲台语对，对，你看改变有偌大嘛？对，所以其实你敢会感觉讲，就是上班，还是讲即个进步的速度？进步的速度，因为像我是袂用进步即2字啦，我会感觉咱咧挽救、挽回，咱咧拖时间啦，拖时间。咱其实无进步。对啊，因为其实迄就是世界教科文组织，啊，还有世界组织因拢有讲啊，台语人讲台语是一半嘛，啊，客语甲原住民，客语无原住民语迄已经就是要带入去啊。对啊，所以你讲的这挽救，还是讲你挽回，我感觉这咱就抢时间啦，抢时间，会较晚死袂啊？啊，但是就是有一寡，就是像足注意阮台语台因遮的迄网运的讨论啊，因讲感觉咱处理的程度，甲咱伫想办法的动作伤慢。北京话叫做求好心切吧。对啦，总是大家都食紧弄翻啊，嘛无一定会弄翻啊，就是讲你想要做足侪代志的，无一定做会到啦。对，这就是规个发展就发展到遮随缘啦。而且我感觉有一句话讲的足对啊，慢慢来上紧，慢慢来最快。嘛袂使伤慢啦，因为咱讲较歹听的，咱食人的头路，咱领人的袂急，嘛袂使讲慢慢来啦。有啦，你看阮即摆足紧尔，拄人网友诚打讲，阮就随去隔壁栋甲你请来。安尼吼，紧无？隔壁行无3分钟尔，遮久才请我，真无意思。其实阮这无人，无啦，无啥物人听。是，所以我就讲，大家都是做家己的本分啦。对，就是阮咧公共电视有一个节目，就诚做咱家己的本分，台语台做咱家己的本分，大家拍拼，当然其他外口的人有望，这是当然吧吼，只是讲，毋是讲咱希望做啥，最后的结果就是安尼啦。所以就是讲，以你的看法，你会感觉讲本土语言复兴的未来，就是尽咱的本分，当然啦，尽量去拍拼。当然。若阵讲，就是你即马。搁较有影响力啊！像讲你即摆你讲的啊，台语会当愈讲愈济，你敢有可能尾仔就是全台语，传播台语。对啊，我顶个有一集嘛，有一集啊，就是台语咧灭绝迄集。看议题啦，不是讲，因为阮毕竟还是咧公共电视，是，所以阮还是有一定的责任，就是包括讲，嘛有客人咧看咱的节目啊，对，嘛讲实在嘛有真侪外省人咧看咱的节目嘛，对啦，甚至啦吼，因为阮即摆的节目拢有上字幕，对，甚至啦，外国人，包括我知影讲，包括足侪伫住伫美国、加拿大。因为阮讲实在，阮 YouTube 趁袂少钱哦，对，YouTube 足趣味哦，伊是票等值哦，伊是票不等值哦。台湾人点阅一次，甲美国人点阅一次，钱无共款甲北欧遐的人点阅一次，迄钱差足济。所以阮的收入较悬，就是包括阮伫咧美国、加拿大，有袂少的观众。白白你。伊去顾一个啊，你去叫美国来甲咱点北美就给大的北美北欧遐上去北美 YouTube 它的那个分论机制就奇怪。无啊，阮真侪拢锁台湾啊。对啊，阮真侪，因为台语台真侪版权，因为就是咱有顶配音，我了解。一寡有诶无诶，所以阮遐物件拢会锁台湾。像阮外电 NHK。日本啊 NHK 的画面，阮就袂使放伫网络顶。遐拢家用掉。对。我的意思就是讲，所以你讲要逐集拢讲台语，我看嘛是有困难啦。因为阮毕竟爱关照着别个族群嘛。好，安尼后一条，就是网友感觉讲啊。
弦仔是二胡，二胡是无简单的乐器，就是真歹学，因为爱先练基本功，而且迄音准嘛爱家己抓。想要请问你是啥物时阵，是有啥物机缘来学即个下弦仔？你看这个铁粉啊，有无？真的你讲这真的我真的是袂种做时中的。你看连我不知道连这你的朋友哦，甲你餐厅甲你有开讲过人，伊你无拢毋知。甲我讲过你会晓下你弦练工，你着早现啊去个餐厅掠下，无你甲个人互你钱。我跟你讲，表，我下暗9点主持结束了，我拢留喺办公室，伫遐下下到超过11点。真假？真的哦。办公室走了啊。9点，但是我以早好。恁咧二楼较无听，应该拢有听的啦。大家敢怒不敢言尔。我拢插一寡无形的。迄有当时吼乌白 A 迄无形的上去，你知毋知？用迄奇怪的声音，了卖开一款玩笑啦吼。要安怎讲？我大学的时阵是国乐社，因为我读中文的嘛。我高中嘛国乐社呢。真假吗？我嘛是下弦啊。我是大一啊，大二时阵才参加国乐社，迄阵啊开始学弦啊。对。学到差不多大3吧。就放弃啊，因为就开始拍吉他，就开始有其他的较重要的代志啦。落尾就是足无聊，阮祖囝出世啊嘛吼，4岁开始学钢琴。我就带伊去学钢琴嘛。我要创啊。无聊啊，懵伫边啊。拄啊边啊有老师咧教弦啊。哎呦，无来甲学看卖安尼。所以你本来我即马即支弦啊，佫是阮老师送我的呢。无迄阵啊，我本来大学的弦啊早就单调啊。对。嘛，再讲起来。嘛是单调胖见。毋是啦，送我迄个无嘛。就是无啊啦，手头都无弦啊，然后就是反正就是，就拢无啊嘛，就是阮大汉祖囝去学钢琴了后，拄啊边啊有人咧教。所以就是你咧等伊的时阵，看到先煞佫捡起来学佫捡起来学，无采时间，因为爱等伊下课吼，伫遐等吼，足无聊的，生囝正经足浪费时间的，莫生较好。足浪费时间的，即摆拢爱出入入拢爱甲载安尼，足烦的。莫骗，到时阵若讲老爸我交男朋友啊，都是我物件假死的你较杀出来。知影讲到底有咧外口黑白来。你看，你根本就是要讲监督，甲伫遐骗。我歹人偌济，真诶，生查某囝都危险的。危险正经诶就是安尼落尾，应该是差不多即10档才佫开始学啦。即摆嘛无啥咧学啊！疫情的时阵，都老师也袂使教，阮也袂使去学校去教室啦，所以都家己学啦。所以你感觉你家己的技术啥款？算袂歹啦，算袂歹啦，正经诶。所以你等下那时阵鬼哭神嚎，你知毋知？无啦，迄阵比如讲，我感觉这是最重要的代志，就是讲大家拢有家己无共款的压力吧。对。你爱面对家己嘛？对。当时夜深人静的时阵，你若冷静自怜实在可怜寂寞啦就是讲，就总是要面对自己让自己有好的独处的时间，好的跟自己相处的方式。音乐是一个啦，阮进前可能是写作。你敢会拿唱歌？袂咧，袂哦。我唱歌足歹听。唱一下，你讲到愈听，听种朋友来甲你鉴定一下。你叫陈时中来唱，你听啦。不政治人物，你若要做政治，正经爱晓唱歌。真诶啊，爱晓甲人因迄一寡市长，毋是拢爱伫台顶唱歌。咱即款孤屈的人无法度。那你上介意的曲还是歌是倒一条？你上定定你下迄条，你上介意迄条？无同款呢，看你心情呢。真诶哦。你若像昨安尼心情无讲偌好，你就下一个叫做二泉音乐。二泉。哇，那好安尼。心情较好，要人生的歌呢。人生，我厉害。心情好甲歹来拢共款。我以早高中的时阵我伫学迄弦仔的时阵我上介意。哎呦，你有对，我但是无啦，我减你一岁，你袂记？你18，我17啦。所以你是我学长。对，就是我迄当阵上介意的是张君玲。
哦，因为简单嘛，是就是拢两音安尼，而且就是迄大家因为乐团毋是咧对迄流行的迄个节奏，迄上好对。我迄当阵练上高就是即条，而且我感觉就是激动的时阵，真诶扭起来，甲我心情无好的时阵，扭起来真是无共。你是毋听无我咧讲啥？我无啥了解。无啦啊，但是遐就差，因为真诶，就奇怪一个乐器啦，吼，穿透力实在太强。而且打开始你扭的时阵，你若是方向姿势毋对，伊会破去。迄壁拢会穿透呢。对，你隔壁拢听有呢，正经的水泥墙拢穿透过啊，所以足够人玩今日的。下8点去营养蛋， 99点去营养蛋，去营养蛋。边仔拢有人咧听，你知毋知？你讲甲你等你唔敢。无啦吼。啊，你敢有个其他有介意别种乐器？查某囝你弹钢琴安尼我应该袂晓呢，我袂晓钢琴，哦所以我拢就欣赏阮左囝呀。嗯因为阮听着讲，若4岁迄阵啊吼，你互开始接受音乐，伊迄个绝对音准也留起来。哦，啊，我是到大一才开始学白学的啊，是，所以有绝对音准我无啊。所以你有感觉讲这个是有就是有验证的，真确实是安尼。真是有做到这个代志。我毋知呢，但是阮两个左囝拢是4岁5岁开始学钢琴，所以因我觉得还不错。音感拢有留咧。是，哦，听所以种毋是毋是朋友啊，咱即个正歹，你知毋知？咱即个正是袂歹听的，种朋友啊，欠栽培呢4岁进前啊，大家爱记你超啊。 4岁左右啊啦。哦，啊，莫甲勉强，因为是学钢琴足艰苦的，莫甲勉强啦吼。爱家己有兴趣啦。对，所以恁两个查某囝拢是家己有兴趣。是，因家己讲，爸爸，我想要学钢琴，安尼吼。有带伊去看，伊无反对，哦就搁继续学安尼。哦，啊，毋是音乐神童啊，讲爸爸，我要学钢琴，无遐搞嘿，咧。我想讲伫咧厝呢，雄雄就讲爸无啊，爸要学看电视看迄，爸爸电视顶悬迄弹钢琴的小姐就伊看到啥物件，伊讲爸爸，我要买来食啦。哦，啊，连刚甲你讲，爸爸迄有一个查甫要带我去食啥，你敢知？无这我会甲你避掉。比你看，大家拢讲查某囝是老爸顶世人的精神，真的我看这世人嘛是啦，惜你看命惜命命安尼顾条条，我咧讲，阮左囝若嫁吼，我要陪嫁，陪嫁。陪嫁安尼，你要做早做嫁妆干安尼。嘿我就甲去包包的，我就做嫁妆啊。哦，啊，你即摆两个查某囝敢有男朋友？无啦，佮较细汉的是顾条条，莫讲这啦吼。个讲要来走啊。嘛差不多要走啊，好要放你回去啊。是啦，是啦，是啦。对啊所以今日到底要问啥哈？问了啊，问完了，这就是网友对你的问题啊，对啊。啊，这问这问题也无啥影响啊。还是你想讲啥物？无啊，咱这个是开讲啊，趣味啊，因为咱的节目的主题就是伫生活的对话当中，安尼吼互大家学一寡台语。哦，安尼哦。对啊，啊，所以网友就听讲，就是因你休困，就是讲我伫坐车的时阵，听阮伫讲台语啊，讲一寡开讲，咱两朋友安尼咧开讲，伊嘛听甲足欢喜的啊。了解了解了解。对啊，啊，即摆节目敢若邀请你来遮，讲毋是，你想讲要讲啥？你收尾啊？我要收尾啊！啊，就是咧问讲，就是因为你要甲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恁节目的时间，啊，还有恁即摆工商服务时间啊？工商服务时间。工商服务时间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聪吼。啊，阮即个节目伫咧公共电视，啊，你若是有线吼，还是讲迄个无线的吼，就是13台。对，啊，你若 MOD 吼，我毋是毋知影几台，敢若嘛是13台左右啦吼。啊，网络拢看有，对，啊，若live是网络，对网络网啊行的路。对，网络是网啊去，网络甲网络拢有吼，拜一甲拜四下暗8点甲9点，对，所以阮进前拜一甲拜5呢，落尾叫倒甲剩拜一甲拜3，啊落尾佫变做拜一甲拜4呢，是哦，安尼变来变去的。啊这讲起来话头长，莫讲较好。目屎就飞袂离啊，是啊是。请你准时收所以你是想要拜1甲拜5？所以无啦。拜伊做个礼拜好啊啦，拜伊做个礼拜就忝死，伊就袂使去顾因查某囝。无我即马顾阮老母较重要。顾恁老母吼，哦，大家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任务啦。是啦。对啊，今日真是足欢喜，邀请到信聪兄来，过来到时阵恁迄信聪比。那准讲足穿的串，网友若佫有问题，阮则个邀请你来做一集吧。放心绝对无，我就是你要甲我讲，放心绝对会。放心一定无人买，悲剧收场。免安尼袂啦，莫咧想，因为迄其他节目
P 新闻 ，PP， 嘿， P 新闻实验室，伊嘛有发现啊。啊不，我卡掉，我卡掉。无啦，迄就是毕竟一个趣味尔啦，对大概就是一对个尝试尔嘛。安尼啦。嘿啦好啊，安尼今食饱伤日闲啦。今日真欢喜，互你行一撮来阮家，谢谢，连港有缘来佚佗。好，等下，阮等下黑白变招招要来去信聪遐啉咖啡。好伊根本就无答应，连节目逼伊答应。诶，我咖啡拢家己烘呢，伊装的咖啡真足好啉的。你也毋捌啉过啊？我毋捌啉过，但是我伫进前坐伫遐，我有偏有着。偏芳着，对啊，你拢会赶一个迄有无？安尼赶啥行过，你会干啊？干啊？嘿，你行过，你要去洗啊？啊，我拢会伫遐看。我即讲诶，较会拢无咧做代志。那种毋是啊，那种毋是无泡互我泡茶，就是啉咖啡，啊无就下hen啊。无啦，我毋敢，这我毋敢讲。你紧收尾，紧互伊转去。好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啊。啊啦，真的这超时去啊啦。好啦，超时啊！迄咩好，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，出名人，请酒们好，来，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好啦，莫伫遐乱啊！人伊等会该准时暗时的，不是？好啦，你莫搁伫遐乱啊！伊等会该准时准时准备啦！哦，我是讲几遍。好，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，出名人，请酒们好来，借问一个，来请问，好来，请问一个啊，请问搁一个。